由旭日國際發展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18號嘅黃金海灣第一期黃金海灣2南招情火熱，現階段發展商主力推售餘貨，發展商都開放咗2個開放式單位樣本。首先我哋睇 J 室嘅開放式單位，走廊位置設有窗戶，增加室內嘅空氣流通。窗戶嘅旁邊就係嵌入式嘅儲物櫃，亦都設置咗微波蒸烤焗爐同埋雪櫃。另外邊就係浴室，以旗杆設計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以作收納。穿過走廊位置就係客飯廳同開放式廚房，一字型嘅開放式廚房，上下櫥櫃，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電磁爐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開放式客飯廳以長形開側，左右兩邊間隔，一邊外連露台，一邊設有 L 型嘅大窗，室內採光十足，有空間可以自己揀一間細房打造私人空間。然後我哋參觀 K 室嘅開放式單位，間隔同旁邊嘅 J 室相若，將嵌入式嘅儲物櫃設置喺門口旁邊，內有唔少嘅儲物空間。同樣設置咗微波蒸烤焗爐同雪櫃，一樣喺走廊嘅位置設有窗戶。另外一邊就係浴室，以旗杆設計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，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穿過走廊就係客飯廳同開放式廚房，一字型嘅開放式廚房，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電磁爐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客飯廳分左右兩邊，同樣都有空間可以揀到細房。項目嘅大門旁邊設有巴士站同埋小巴站，住戶可以乘坐巴士到屯門公路轉車站，有多條來往港九新界嘅巴士線。附近環境優美，有多個泳灘，包括黃金泳灘，閒時都可以去到沙灘玩。步行大約5分鐘就可以去到黃金海岸商場，有少許嘅食肆同超市，滿足到基本嘅日常所需。想有更加多元化嘅選擇，就可以去到屯門市中心多個大型商場，購物娛樂樣樣齊。想買新鮮嘅食物，就可以去到屯門嘅新墟街市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